號嘅朋友，好，28號、18號同埋12號嘅朋友，3位，希望你哋簡短30秒裏邊咧講咗你嘅問題。咁希望呢一輪作答咧就係對問題答啦。好嘛？介紹自己30秒，問題要揀精簡。我係帕金遜症有病患者，帕金遜症患者啦。帕金遜係9年已經確診嘅，咁我可以申請傷殘津貼咧。醫生話我頭先行入嚟嘅好人好者，呢啲係要4肢癱瘓嘅。咁我去同政府講，我住嘅公屋，我係咪景村有一個超過呢個1人嘅高度嘅泊位，我走廊上會有咁嘅泊位。佢有叫我醫生寫張證明你可能我先會有個機會幫你做嘅。好，你嘅問題簡單，傷殘津貼。傷殘津貼同埋你哋可以聯網一個長期病患者申請唔到傷殘津貼。咁有帕金遜症，你對帕金遜症了唔了解 ？OK， 好，跟住係介紹自己同埋。我對陳少霞，我係卓新力量，無障礙唔係淨係交通同設施，仲有資訊，我哋智障人士要解決圖文版公約第19條話，我哋有獨立生活融入社區嘅權利。點解你哋講院舍內唔係社區支援？你哋點解談得觀點主流化？智障朋友獨立生活，最後簡易圖文版12號嘅朋友好唔好？觀點主流化，第12號嘅朋友。新希望網絡彭元德，我想問一問咧，我哋香港咧係一個好繁盛嘅地區啊嚇，我哋差唔多全民就業嘅，但係我哋傷殘人士咁低微嘅要求就想就業嘅啫，其實係，但係我哋發覺到政府咧就自己咧都冇做得好嘅，咁就問一問我哋啲區議會啲議員啊，咁你哋已經做咗咁多年嘅區議會，但係你哋問一問自己請咗幾多傷殘人士，同埋喺傷殘人士裏邊咧，你俾啲咩嘅training佢哋，令到佢哋 upgrade 自己，咁我希望大家區議會嘅同記咧，如果真係入到立法會嘅時候咧，你哋可唔可以大聲啲講同政府講，你唔係淨係喺度講嘅啫，你要去做啊！你哋夠唔夠惡嚇？因為我知道咧，香港好得意嘅就係、即係人善咧就俾人蝦㗎啦嚇，馬善就俾人騎。咁我哋啲立法會嘅議員咧，你用咩方法啊？呢、個惡嘅意思係用咩方法？係推動咗我哋香港政府咧，可以真係言行一致，真心幫我哋啲傷殘人士就業嘅。多謝。好，唔該。3個問題，傷殘人士就業點樣做？智障朋友3個問題，同埋長期病患者帕金遜症傷殘津貼。咁今次係應該係李世榮先生作答先嘅。要唔要報告時啊？有冇人剩翻4分鐘以下？冇，即係 OK。好，唔該晒3位嘅提問。關於傷殘津貼，頭先亦都有代表都講過啦，傷殘津貼嗰個申請咧，其實係一定要檢討嘅。仲有長期病患者咧，我都喺呢度想講講，其實我自己屋企人裏邊咧，我家姐都係一位長期病患者，喺5、6年前佢確診咗紅斑狼瘡症，我都好心痛，跟住引致係咩咧？腎衰竭。我好深深體會到長期病患者有時有啲嘢即係唔到去揀，我成日都話，即係點解唔揀我咧？我覺得我係男仔，我承受得到，我唔想我家姐去承受長期病。我知道佢成日都要去攞藥去當然而家唔使洗腎啦，嗰時洗腎更加頻撲，佢需要成日去攞藥去俾錢去買藥，但係政府冇資助，佢
佢而家康復咗1年多，佢翻工佢都仲要去交稅，呢啲係好大問題。係政府呢方面係咪有漏洞呢？其實頭先台上嘅朋友咧都有講過，其實政府喺呢一方面，佢根本就唔係身歷其境，佢諗幾多政策根本就唔能夠對症下藥，呢一個係最大嘅問題嚟㗎。頭先講有朋友話獨立生活或者係簡單嘅圖文呢啲獨立生活，其實講緊你都要有個地方睇到。大家頭先都講過，輪候嚴重嘅有啲人士宿舍係需要5年，長嘅係咩？有10年係嘛？呢一方面，我哋希望咧，私人有啲嘅土地能夠咧係利用佢哋作為一啲嘅福利用途咧，係一個特別計劃咧，係盡快推動落實，令到我哋可以咧係盡快加建呢啲嘅院舍，係令到大家能夠咧係投入融入呢個社會。所以咧大家要明白，仲有一啲咧係即係會咧選擇同家人一齊住，但係咧家人都要出去揾食，係咪？照顧者嘅津貼呢度一定要有，係嘛？照顧者佢哋係為咗照顧係唔翻工冇收入嘅，呢方面係一定要係得到大家嘅政府嘅支持。雖然關愛基金要落實咗部分絕對係有優化嘅空間，但係呢一方面照顧者咧嘅津貼咧係需要咧慢慢再提升，係一定係要按實質嘅。喺就業方面咧，頭先講過好多次，政府一定要帶頭立法嘅話，包括埋政府都要遵循呢啲嘅法例，佢一定要咧政府部門都要咧係請翻個比例嘅殘疾人士、復康人士，以至咧帶動整個社會係一齊咧係有一個共融嘅效果。當然頭先大家有同事講過，而家可能咧係要剔除一啲嘅歧視條例。但係我想講咧，再前一步咧，就係嗰個宣傳完全係唔足夠。我哋喺社區好清楚嘅，我哋啲街坊咧，即係好坦白，有時佢同我傾偈咧，佢都會有一啲即係一啲歧視嘅成分啊。咁當然我哋要糾正佢哋啦。咁但係咧問題係根本上政府呢方面宣傳係唔足夠嘅時候，佢哋好難去真正認識殘疾人士、復康人士，所以會導致而家咁嘅情況。因此入到去迫使政府，第一佢哋政府要帶頭，同埋去立法，去幫手就業，另外咧就係嗰個嘅傷殘津貼，一定咧係要係再檢討嚇。多謝。好，鄺俊宇，我哋另一位候選人涂謹申先生嚟咗，咁我想同事去同涂謹申講翻頭先嗰幾個問題。我一陣間俾一半時間。頭先已經大家聽到李世榮咧講嘅之間咧就叮咗一次㗎啦。叮個意思咧就係你剩得4分鐘，而家剩翻2分鐘，你為之後再講咗嘢，因為仲有問題㗎。咁就鄺俊宇作答。想有3個多謝。第一個多謝呢位女士嘅勇氣，因為你用緊自己嘅古仔講俾我哋聽咧，而家嗰個傷殘津貼個漏洞係乜嘢？我哋而家見得到個制度唔透明，完全係唔係一個好嘅機制。而事實上你睇到普通嘅傷殘津貼1650，嚴重嘅3300，但係喺攞呢個津貼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嘅人都會問一個問題：點解我唔得咧？嗱，呢個點解我唔得係我個機制可以令到我明白嘅。所以第一個我多謝你。嗱，呢個古仔令到我哋在場朋友明白，亦都要令到我哋明白。如果我哋有機會入到議會，我哋要提出呢個修訂。以往其實我有唔少嘅朋友試過呢個情況，我希望台下能夠陣間再認識你。都其實我好想多謝呢位朋友啊！你頭先引述嗰個殘疾人嘅嗰個條約咧，其實你係講得好清楚嘅。我哋唔應該有一個頭先我哋一度用呢個一級咧係形容得好好，有簡易嘅圖文版令到更加多人明白嗰件事。佢哋你記住啦，如果連佢哋都唔能夠有一個初步明白，你點能夠叫佢哋融入香港社會咧？咁簡單啫嘛，提供各樣嘅簡易圖文版，呢個唔係一個好嚴重嘅要求，呢個應該應有嘅權利，唔係福利，呢個權利嚟嘅。所以甚至頭先我講過，無論入唔入議會都應該要做，起碼我自己喺元朗，我自己辦事處附近，我都希望推動啲機構人小地方做起。但我希望我好欣賞你，因為頭先你好好嘅，你當你讀出嚟嗰陣時，你係見得到，你係好深信，亦都希望幫到同你一模一樣情況嘅香港人。多謝你。第三位前輩你好。
頭先提過，我嘅政黨係有聘請呢一個嘅員工，但我仍然認為症結問題喺邊咧？政府要帶頭嘅，政府帶頭，甚至要頭先有講過好多推動2%、3%、4%可以傾，甚至點樣推動企業，甚至有一個就業嘅配額。再翻嚟係咪惡就得咧？惡梗係要惡啦。如果嗰件事係有道理嘅，道理咧我哋嗰邊嘅惡啦，包括我哋要消除一切嘅歧視，唔可以將佢哋輸喺個起跑線之前。入到議會，除咗我哋仲要動之以情，説之以理。呢個亦都係今日在場俾到我嘅感覺，因為你哋係用自己嘅古仔講俾我哋聽。我哋從政者，我哋應該點做，而唔係喺今日聽完個論壇行到出門口唔記得就算。我希望今日我會記得呢3樣嘢，同埋3個多謝都緊要，多謝你哋嘅勇敢、勇氣同埋意見，多謝你。唔該晒，何啟明先生。唔該晒3位提問。柏金遜嗰度。我記得你最尾個問題問我哋知唔知咩叫柏金遜啊？即係好彩我都有讀大科，我記憶咧就係一個慢性嘅腦部退化疾病，係腦部一個叫黑質嘅地方咧釋放唔足夠嘅多巴胺，影響我哋嘅肌肉運動啊！我唔知我冇記錯嚇，就好在仲未俾翻我大學老師。但係就住你個個案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傷殘津貼咧個評估咧實在需要檢討。或者陣間都好似鄺俊宇或者或者留低你資料，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咩幫到你。另外頭先如果我冇理解錯你嗰個問題，即係關於智障人士嗰，你係咪講緊一啲譬如平時日常生活嗰啲嘅標誌係咪？3個唔想短隻係咪啊？得㗎啦 ，OK， 讀啦。係咪？因為我曾經咧遇過個例子，話說咧喺我區入面咧就屋邨咧換廁所，裝修廁所。咁個廁所嘅標誌咧，通常男女就係男一個公仔，女就着裙3角形嘅公仔。咁但係咧個設計師咧就整咗新設計，男廁整咗個煙斗，女廁咧整咗個長頭髮。咁跟住我即係同個屋邨經理講啦，我都仲理解得到呢個係男廁，呢個女廁，但係唔係個個人都理解到呢個標誌。因為的確有一啲嘅智障人士，佢哋理解嘅認咗嗰個標誌就係、你換咗第二個標誌就唔係嘅。咁所以我即刻同屋邨經理講翻，我唔該你加多一個係可以照顧到呢方面人士嗰啲嘅設計。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都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地點咧，佢哋嗰啲嘅標示未必咁清晰。所以我覺得就係要喺呢方面咧，大家要真係做多啲嗰個意識嘅問題。有陣時個設計者咧，未必照顧到呢方面嘅需要嘅。另外嗰個就業問題咧，其實一開始我都講啊，其實民協都有請咁我哋都有一啲嘅殘疾人士喺民協度工作，但我認為咧，政府咧佢有責任，亦都有能力做一個帶頭嘅角色。好多時候係一啲機構嘅管理層，佢唔願意去請。咁所以其實政府就應該帶頭話俾公眾聽，其實殘疾人士都係一啲好做得嘢嘅人。咁所以其實政府要帶頭，而最終希望係能夠立法有一個規範喺個當中。咁但係咧，作為立法會議員咧，我哋唔能夠提法案嘅，我哋只能夠提動議、提出討論，引起公眾關注嘅啫。咁所以如果我真係有幸當選嘅話，我一定會提出呢個動議，就係要立法。能夠保障到殘疾人士，最好就係定一個 percentage。我就話咧要4%嘅，咁所以我都希望能夠提到呢個動議嘅。唔該晒。好，唔該晒。我想提你候選人咧，叮一聲咧就等於你仲有4分鐘啊。咁就我希望而家邀請涂謹申上埋去坐喺度咧，等唔好有張得凳喺度。咁希望其他候選人都包容一下。因為咧，我哋都希望真係多啲候選人去認識同埋理解殘疾人士嘅議題嘅。咁我作一個決定咧，就係、我只係俾4分鐘佢啫。其他人咧就累積咗8分鐘嘅時間咧，就係、照計嘅。咁佢最多咧就只係得4分鐘，希望其他候選人包容呢個決定。咁就而家輪到陳衍生。多謝。有關傷殘津貼嗰度咧，第一我覺得咧就凡係因為你傷殘而唔能夠工作，就應該攞到傷殘津貼，唔應該再搞繁複又要肢體傷殘嘅程度佔下幾多，咁呢個絕對係需要嘅。同埋傷殘津貼咧，1000幾蚊係唔夠嘅，我覺得咧就應該係似係綜援咁樣計算方法，因為
去公立醫院睇病應該係可以豁免，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全面咁樣係關顧到我哋傷殘人士嘅需要啦。咁而至於一啲係簡易嘅圖文版咧，我覺得政府應該同埋一啲係即係公營機構又好，啲商場又好，啲公司又好，應該係大家係喺設計個圖案嗰時咧，就係應該諮詢我哋嘅做一啲智障人士嘅社工啦、家長啊或者智障人士本人統一個係標準，去到邊度大家睇到呢個圖案原來就代表呢樣嘢，等到咧就係智障人士都能夠清楚，我而家去個地方睇究竟啲咩嘢咁樣。咁而頭先我講過殘疾人士，而家我哋要立佢話2%，其實係一個好卑微嘅要求嚟㗎。咁但係政府咧都冇喎，政府都係叫做俾人覺得我好心我做呢樣嘢喎，政府都唔係根據係法例要做。同埋頭先我哋講咧，政府就打白波，當咧就係公務員即係因公導致傷殘咧，佢都計算在內喎。咁嗰2%唔係新入職嗰啲喎。咁我覺得係應該盡快咧就係立例。包括咧就係全港，不論係私人機構、NGO 好、政府機構好，都應該係聘請一啲殘疾人士，同埋咧就係嗰個係行業嗰個係職位咧應該係多元化嘅，因為佢可以係即係淨係請一啲係低技術嘅，但係我而家睇到咧好多一啲我哋嘅殘士咧，佢哋真係好叻嘅，咁但係揾唔到工做，點解咧？因為一般嘅僱主覺得我請一個行動方面嘅即係牙科醫生。係咪好過一個係殘疾人士啊？同埋佢殘疾人士嚟到公司，可能好多設施上面係要去改變啊。咁因為咁樣而係唔肯去請佢哋嘅。咁我覺得應該全面去做。咁頭先我講過公民黨，我哋係有請一啲殘疾人士，包括咧就係視障人士嘅。多謝。唔該，跟住關偉賢先生。好多謝晒頭先嗰3位朋友嘅問題。咁講翻傷殘津貼嗰度咧，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即係有啲我日常接觸嗰啲個案咧，去到主要而家係由醫生嗰度去判斷啊嘛，有啲醫生會手鬆啲，有啲醫生會手緊啲。可能你遇着個手緊嘅醫生，佢就睇到你咁嘅情況咧，佢就話唔批啦，因為我嘅標準比較高。但係有啲咧相反咧，睇到佢嘅情況可能會比較好啲喎，咁啊都有得申請。所以咧，而家嗰個制度究竟嗰啲指引夠唔夠清晰，或者劃分得仔唔仔細咧？其實有時啲責任落咗去醫生嗰度，或者係佢食咗死貓。咁所以我覺得咧係嗰個制度係要檢討究竟能唔能夠清晰去界定到或者分辨到唔同嘅情況，有唔同嘅津貼嘅限額，而低啊高啊等等咧。其實呢個係應該要去檢討。咁另一方面係即係智障人士啊喺社區度嘅投入啊或者融合嘅話咧，其實我頭先講過。簡單啲一個手機裏邊有冇一啲嘅 Apps 係可以幫到佢手，可以令到佢更加容易去接觸嘅社會，或者一啲有冇一套嘅標準或者一套嘅標誌係能夠通用嘅，唔好等到呢個商場又話個廁所咁。我試過嘅，去而家屯門友愛邨改裝咗之後，我係唔夠膽入廁所，因為我分唔到嗰係男仔定係女仔嘅廁所。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啲嘢咧，香港雖然好進步，有啲嘢好進步，但係睇翻啲咁嘅情況，可能對於一啲復康人士嚟講咧係一個退步。再講翻殘疾人士就業嗰度，我覺得咧唔好淨係靠惡，因為靠惡係人治嚟嘅。我哋應該係靠一個制度，一個法律咧係去保障我哋係一個嘅就業嘅權利、就業嘅配額，呢個咧係先係長遠對我哋係好嘅事嚟嘅。唔該晒。梁耀忠先生。多謝剛才3個題目嘅。咁咧第一題目咧有關嗰個嘅殘疾人士嗰個津貼嘅問題咧，我哋舊年喺立法會傾過嘅。咁咧一直都係就住醫生填寫嘅表格裏邊咧，都有一個嘅討論。咁當然咧就係呢個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啱啱開始去檢討呢個問題，而政府咧承認咧佢都會繼續去檢討呢個問題，因為佢哋知道有問題存在，特別係醫生填寫嘅嘢咧都出現問題。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呢方面都係俾多意見嘅。咁但係點樣去檢討法？咁第二個問題咧就有關嗰個嘅即係獨立生活嗰度咧，即係頭先我講過最重要一件事咧就係我哋大家唔係好了解每一種殘疾人士朋友嘅需要點樣樣嘅，呢一實係真嘅。咁所以變咗好多嘅無論係政策、啲生活一啲各方面裏邊嚟講咧，即係希望能夠可以多啲殘疾人士朋友咧去參與到成個制定嘅過程。如果唔係嘅話咧，總係有啲失漏，亦都係唔能夠照顧大家需要嘅。咁我頭先講咗啦，儘管政府啲諮詢架構都係諮詢嘅啫，咁
諮詢限度都要第一步啦，要有呢個嘅比例嘅人士就殘疾人士朋友裏面咧去參與，去提供到意見俾佢哋去考慮。咁其實其他嘅民間組織，無論邊方面都好啦，我都同樣地要推廣咧，係多啲殘疾人士朋友咧係直接參與表達意見，講出佢哋需要點樣樣，然後先去推廣得到嘅。因為事實上好多嘢咧，我哋同一個普通嘅朋友未必了解到另一啲嘅殘疾人士朋友需要點樣樣噶嘛，所以呢一點我覺得係即係一定要咁樣做先可以解決問題。而有關頭先講到就業有問題裏邊咧，立法當然重要嘅。不過咧，政府常常都做一個嘅藉口，佢話立法點啫？立法咧，你係咪要個僱主坐監咧？最要坐監啦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僱主好多時願意罰錢，而咧就唔聘請殘疾人士。佢話喺外國咧就咁嘅現象，所以佢話立法咧係失敗嘅，所以政府用咗啲藉口咧嚟到不斷推搪，唔肯立法。不過問題在於，係咪咁樣可以係解決到問題？就你唔理佢就認知殘疾人士朋友就冇問題咧？當然唔係啊嘛，係咪先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咧，一定要雙管齊下嘅，立法一定要立法，但同時咧亦都要有誘因。你冇誘因嘅話咧，僱主你立法嘅話咧，佢只都係即係轉個彎，用啲方法咧頂住條法例嘅啫。如果你立法之餘，同時亦都俾多啲誘因，譬如頭先講咗啦。即係政府嘅支援嘅，有啲資助嘅，咁樣咧就對佢哋咧有幫助好大嘅嚟講係。而仲有就頭先我都不斷都講過一個議題，就最低工資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咧對於殘疾人士朋友裏邊咧有評估佢嗰個嘅工作能力，然後有個即係程度上高比例嚟攞呢個最低工資。我一開始討論最低工資嘅時候咧，我都已經反對做法㗎啦。我覺得咁樣做咧，對殘疾人士朋友已經歧視咗先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人真係攞唔到100%嗰個嘅能力㗎嘛，如果攞唔到100%嗰個最低工資咯，咁咪比較唔公道對你嚟講係咪？咁我覺得咧。